請各位記得俾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，係免費㗎，只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串流平台早前熱播嘅日本劇集《丸魚亞修羅》，係擅長拍家庭倫理嘅名導演是枝裕和嘅最新作品。全劇總共7集，原作者係向田邦子。所謂亞修羅就係印度神話中嘅惡神，性格容易妒忌又容易嬲，就好似劇中嘅4姊妹一樣，充滿咗執念。佢哋相親，但係又相憎。身在此山042人間亞修羅。碧如比較中意頭3集，其中第3集最引人思考。嗰集尾段描寫二女卷子因為唔確定丈夫係咪有外遇而好煩惱。佢喺街上漫無目的咁周圍行，偶然撞見媽媽企喺父親嘅情婦屋企門外，眼神充滿憂傷、憤怒同無奈。當佢突然見到二女，一下子就崩潰倒地，手上菜籃翻轉，裏面嘅雞蛋跌爛，好似心形嘅彈簧流瀉，象徵媽媽嘅心碎。嗰種壓抑嘅悲哀令人神傷。媽媽瞓喺醫院度，卷子責備趕嚟嘅父親，佢好嬲咁邊鬧邊喐手推打老父。觀眾都感覺到佢唔單止為媽媽抱不平，同時亦都宣洩自己講唔出口嘅滿肚委屈。兩母女命運相同，面對丈夫不忠嘅錐心之痛。父親坐喺媽媽嘅病榻旁邊，苦笑住話自己俾人飛咗，可惜媽媽已經無知無覺，嗰種時間錯配嘅荒謬刻畫得淋漓盡致。病房外面，四妹企起身準備行入病房，佢擰轉頭笑住同啲家姐講：我要結婚啦，因為我有咗啊！同時病房傳出父親嘅低聲呼喊，觀眾唔知道媽媽係咪死咗。喺呢個一生一死之間，應該悲傷抑或快樂，真係令人措手不及。鏡頭一轉已經係掃墓啦，導演故意將時間模糊，但係由四妹帶住嘅肚，估計約莫過咗好幾個月。三妹龍子同交往緊嘅聖佑喺歸途上傾起作家夏目漱石嘅名作《虞美人草》。聖佑話呢個世界只係流行喜劇。龍子回答：乜唔係悲劇咩？最後一個畫面出現《虞美人草》結尾嘅一段文字：悲劇比喜劇偉大，一切都係喜劇，最後只係剩低一個問題：生或死，呢個先至係悲劇。呢段文字點出一切恩怨情仇都可以睇為輕如鴻毛嘅喜劇，只有生死先至係值得深思嘅悲劇。對我哋嚟講，活着係最重要嘅，一旦死咗，愛同恨都再冇意義啦。